究竟对你而言，贵这个字的概念，多少钱算是贵？姐姐，我觉得大概4000块到5000块以上。所以他说5000多，然后我就很想买，就一直求爸爸，就买了。但是买完之后学了几个，很后悔。来，你手上的那个是什么？游戏网卡，网卡为什么让你后悔？因为没有人玩啊。太卡后，俺是追卷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珍珠。大家好，我是冰淇淋。大家好，我是杨一贵，我要是关掉礼拜的4天补。来，你用口来，你用口来，说嘛干哪点东西的还嘛干？我今天带的是乐高船。来，今天带的是 Hello Kitty 的小包包。哥哥，这是我的手机。姐姐，我的是玩具枪。所以嘛该说我2礼拜单日2的东西了，然后2礼拜主题有关，2礼拜我来讨论下，伢钱用版用。耶！发零用钱嘞！同學，唔搭陣嘢要記到嘅零用錢咯，唔可以買乜嘅東西用嚟用也得錢咯。只有2年尾，2025以小社會健康嘅調查報告，有3成嘅同學搭陣嘢嘅零用錢都超過500個元。給大家都好去買乜嘅東西呢？前5名係飲料、冷搭、鹽筆、也得、衫褲、童鞋、天玩遊戲，還有動漫產品。嘅唔咯，唔好用嚟用也錢咯。我愛去 special 下張嘢嘅演唱會，不錯，我3萬多條錢。一段期間，佢唔去買好食嘅飲料，還有冷搭，連清好食嘅雞排都冇去買嚟食嘅。誰想到家己嘅面色演大為用嘅，佢就做成軟嘅會蝕錢。不過原來研究真有一條錢，太易又不知道，唔太浪費嘅。一種票按貴，用嚟買得出水喏哈，個按用行業上嘅硬嘅收費，我就唔本意咧。同學唔係要零用錢嘅。唔做第自家嘅天，我用嚟用佢麼？哪幾度買東西唔會叫乜嘅監工呢？為咗了解，很多同學都會用嚟用自家嘅錢。社會團隊嚟到為機動嘅意外舉手嚟做調查，所以大家有固定嘅零用錢麼？平常時會拿一到錢去買乜嘅東西呢？統計過後，人哋都廿嘅結果。有47%的同學冇固定的零用錢，有時要找我去同爸爸媽媽拿錢嚟用。有22%的同學，搭陣嘢差唔多有400個元的零用錢，一張嘢有600個元呢，有100%；一張嘢超過1000個元呢，係24%。這個的錢平常時會用到哪條蔬菜呢？有25%的同學為了錢留下來。有43%的同學係拿嚟買三餐，同樣沒有43%的同學拿嚟儲茶嘅價值。韓國有38%的同學為了錢拿嚟買想愛嘅東西。等一下，想愛東西各種各樣都有，唔過哪項係同學真想愛嘅呢？故作人嘅題問廿嘅問題，唔用自家嘅錢買個珍貴嘅東西係乜嘅呢？这个是我用零用錢買的萬元計，它的價錢是3990，然後我存了1年多才買它。我買過最貴的東西是一個抱枕，它要399塊，對我來說有點貴啊。然後我覺得這個抱起來非常的舒服。那時候很熱，我就這個抱起來很涼快，所以我就很堅持想要買這個。因為我之前有一個舊的，然後就是因為它這些線都就掉了，然後我就上網查，就查到這個，因為有點貴，然後我就存很久，我就跟爸爸就一人一半，就大概1200。这个东西是3000元，是我生日的时候，我爸帶我去日本買的，零用錢大概都1個禮拜50元，然後我都拿來買這個東西，這個東西可以放到這裡面，這個東西就可以放這進去，然後這可以調鬧鐘。有的時候我以前係用班用，先透過數據來呈現，也係記錄住原來嗰時候小朋友所做嘅調查。
这个是同学用自己的钱买过最贵的东西，有36%的人买过最贵的文具用品，再来是生活用品，再来才是玩具和3C 产品。家下去考学些 ，and send him 大概是我哪年记得买过最贵的东西来，给李老师来小改一下。我们2个是属于玩具类。嗯哼， 2个乐高，讲一下花了多少钱。我的没有花很多，因为这2个小小的只有花掉我1200块了。嗯哼，然后我这个花的钱是4000到4500。哦，小珍珠1950左右。那可可呢？这个5500。哦，今天你是第1名呢。其实现场的时候是在按多钱买来的东西，记录真的不小小朋友有时几多钱呢？第2张图，来，我们继续来看。这张图是同学买过最贵的东西，花了自己多少钱的统计表。有4%的同学买东西买了100元以下的物品，还有55%的人花了100到500元之间，有18%的人花了500到1000元之间，14%的人花了1000到2000元之间，而最后则是9%的人花了2000元以上。就基隆的仁爱国小的同学们来讲，你看超过一半以上，55%，100到500块对他们来讲就算是买过最贵的东西。究竟对你们而言，贵这个字的概念，多少钱算是贵？姐姐？我觉得大概4000块到5000块以上。所以你买的这个1000多，你觉得还不算贵？这个不算贵，只是碰巧是你买过最贵的东西。对。哦，你呢？我觉得2000元以上就算贵了。嗯哼，那你那个是贵的2倍，超级贵。哦，我觉得1000到2000元就很贵了。那你也买了一个很贵的包包。嗯。OK， 可可呢？2000元以上。哇哦，所以这个是比较常用，所以才会想要买。哇，你已经这么小就会自己合理化消费行为嘞哈，比较常用就可以买贵一点。来，最后一张图表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？他们的零用钱是怎么来的？有74%的人是存来的，存的是零用钱或者是压岁钱。然后有15%的人是用成绩换来的，有11%的人是用做家事换来的。来，这是基隆的同学们，现场小欧我调查一下，有用成绩来换零用钱的举手。哦，你们都没有啊？没有。那有用做家事来换零用钱的？你做家事怎么计价？我做一个家事，假如可以赚5块钱，5点就是5块钱。对，就是扫地像是简单的扫地几点？5点。折衣服也是5点。折衣服10点。哦，折衣服还比较难。对，因为衣服一次都是很多。点数最多的是什么？刷厕所好像20点。你有刷过吗？有，我刷过一次。OK， 所以就20块钱。对。其他人，你们存4000多、2000多，你存5500，你们的钱是怎么来的？压岁钱。压岁钱，就是压岁钱或者零用钱。看你们哦，存压岁钱啊，或存零用钱，存的这么辛苦，买这些东西，花的钱确实还不少。花这么多的钱买一个东西，一只手机、一个包包、玩具，感觉是什么？买到之后你有什么感觉？我买到这一只手机的时候，我感觉就是很开心，因为是计划很久，已经存了很久才买到这只手机。当初计划了多久？1年。然后存了1整年的时间。1整年。姐姐，我觉得很兴奋，因为就是买到之后就很想要赶快回家，直接把它打开来玩。那你呢？觉得很心痛。哦 ，Kitty 让你心痛？不是，因为就想说存了那么久的钱，就是虽然这个是很漂亮的，可是你存了那么久的钱，就一下子就花掉了，就觉得努力感觉都白费了。没有白费啊，他就在你身边，随时陪伴着你因为那个钱要存很久很久。你看到現場時嘅時候，要心肝痛嘅感覺，要歡喜嘅感覺，其實還有一種感覺係買啲昂貴嘅東西去到後悔。到底該係樣板就會發生嘅？看來看呢個禮拜嘅社會太天窗。買到自家想愛東西，大家都忘記聽。不過調查過後，才發現有41%的人買到嘅就唔想愛嘅，有人係1禮拜過後，有個人係1整年，還有人係半年過後才吃到唔得。有冇發現買到自家自己嘅東西，還會安尼呢？就是一
开始看的时候就很喜欢它，就存钱买啊。但是到后面我买回家，我才发现里面的容量其实很小，根本就装不下几支笔。它只是外表好看而已，其实里面根本就不实用。以后要买铅笔盒的时候，拿笔去量量看，那个是不是真的可以装得下很多支笔，然后再买这个东西就好了。就是之前 7要6点，然后加购59元换的。我是用加购的，因为点数不够。然后买了之后觉得很后悔，因为就觉得说它那个盖子没办法像我们那种一般可以盖紧，然后就一直漏水，所以我都那个书包都会湿掉，觉得浪费钱。哦，我买了这一支笔啊，然后它有200块，因为我觉得它很可爱，而且如果班上同学都有，我没有，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跟上班上同学的脚步，然后所以之后我就买了这一支笔，然后但是之后过了1个月之后，这一支笔已经退潮了。但是我觉得我花这200块好像没有那么有意义，我可以去买更好的东西，譬如书啊什么的。千金难买早知道，谁哦也就穷人的感觉。我们刚才看到你们也讲了，买东西有后悔的感觉。来，我们看看基隆的小朋友们，他们有多后悔。有59%的人觉得他买了这个东西之后没有后悔，而有41%的人觉得有后悔，而其中有2位是说没有时间玩，还有5位是讲说和想象中的玩具落差太大。仁爱国小的小朋友有40%以上是买的东西有后悔的经验。现场有后悔经验的先举手，100%，好不好？来，一一介绍什么东西使你们后悔的？这个玩具枪，就是因为我看到我的3个表哥还有我表弟，他们都有这种枪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既然我哥我弟都有，那我想说我也买一把来玩。可是会让我后悔，是因为我买了之后，就是要射的时候，它会一直卡住，就是射不出去。你手上那个是什么？游戏网卡。网卡为什么让你后悔？因为没有人玩啊，就是一个人每天都自己玩。那你不能后悔牌啊，是后悔你没有朋友啊。不是，是朋友周遭都很少人玩这个。那买之前怎么没有先调查一下呢？那个时候没有想那么多。有没有？就觉得卡通很好看。不经一事不长一智。哎，我们看小珍珠，哎呦，这个东西我知道。粘土的冰淇淋机。我也后悔。哦，你先听看看你后悔的理由是什么？就是因为像那种模型跟管子，你每次粘土放下去的时候都很难清，然后你光清就要花半个小时以上，然后根本都没时间玩。身为一个6岁小朋友的家长，我觉得这个东西让我非常的后悔。我可以认同你讲的，根本是折磨家长，好不好？整个地上都是那个粘土。哎呦，可可 ，Mr. Magic。哇哦，这不会后悔吧？这么炫的东西，这什么？就是里面这些东西，其实他在学那个魔术。当初是推销员卖的人，他怎么跟你说的？就是全部的东西他都会表演一次，然后呢就会觉得很酷，然后他就会说没关系，很便宜，才5000多而已。才5000多，我忘了问你价钱。哇！所以他说5000多，然后我就很想买，就一直求我爸，就买了。但是买完之后学了几个，很后悔。那你有跟爸爸讲你后悔这件事吗？没有。来，你要不要对着镜头跟爸爸讲一下？或许爸爸听了会很开心。我有点后悔，不该买这么贵的东西，而且又一直吵着要买。这么多类东西，你有没有发现哪一类的东西特别容易后悔？玩具。小珍珠，为什么你会买一个要清半小时的这个什么冰淇淋玩具？因为就是那时候看电视的时候看起来广告很好，然后就是那个冰淇淋又看起来还不错玩，所以呢我就到那个超市的时候就买了。因为它的广告就是电视的广告，都会把它弄得很真，然后就会让我们小朋友想要去买。还有卡通。对啊。什么意思？卡通里面也会把它拍得很炫很真。可是其实想象没那么好，就是用一些科技技术把它变好。前时到了位置，因談到現場世界社會，你們自家買東西後悔嘅經驗，是要讓大家講多思考做獨立嘅判斷，因為呢一種經驗，大家都要冇關鍵係讓不冇嗰犯下強重嘅錯誤，因此客觀一下，講過以後來講呢個禮拜嘅社會看世界。
就節目現場少了進係社會看世界單元2禮拜，小珍珠是第一次玩，但你看過對不對？你知道這要做什麼嗎？带想的想帶嗎？不想。如果你錯3題，你就有機會帶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們3個都答對，3題就我帶。準備好接受第1題的挑戰了嗎？好，來，請看螢幕。看得出來是什麼嗎？一只鱼跟一个超大罐的可乐，然后有黑人，有黑人，好，你们看到很多關鍵元素了哦。等一下，可可發現蹊可蹺乐。上面写什么？哦，可樂下面的，我不知道什麼字。 and 什么？ Reg，我不知道 Reg Bottle and Trade 那个 Mart。 REGD 应该不是一个正式的名词，因为它是全部都大写的。我们來看題目好不好？好。來，這些東西是給誰用的？如果你覺得是商人，請舉手上台灣獼猴的牌子；如果不好意思啊，死人，請舉台灣黑熊的牌子。哎，這麼快就，你這麼快做出反應的理由是什麼？因為那是他們的品牌，他們可能只是幫忙搬運的工人。問題是這麼大瓶的可樂比人還要高哎，那是什麼？他们要做裝飾品，对，裝飾品哦，你就說像可能立在那裡。哦，就是一個廣告物的感覺。没有，我觉得如果是要给死人的话，为什么就是那个鱼为什么要给他这个魚，不会很奇怪吗？不就是燒掉，然後有沒有可是那就看起來說給死人，对啊，看它不會給。可乐看起来的它的材質是不能燒的感覺，對啊哦，你連材質都看得出來哦。感覺對啊，一般要感燒的話是紙紮。我公布答案了哦，好，可以嗎？有沒有要換？沒有。恭喜你們了哈，第一次玩就錯了。我解釋給你們聽哦。什麼？為什麼？為什麼？對不對？看下一張照片你就知道了。你以為這個是？你們看啊，可以打開來。棺材。Coffin，棺材。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有什麼好？生死是很自然的事情啊。你們知道這在哪裡嗎？你們剛才有注意到它的關鍵元素？黑人。黑人，所以是這個非洲國家。在這邊。對，加納，他們的這個習俗就會有很特別造型的棺材。再看一張照片，很好玩。你看，剛才那邊就是日常生活當中，這裡是一個博物館，這麼特別的棺材還被收藏到博物館去展示，很有趣。加納有這樣的習俗，再接再厲，好好表現哦。來看第2題哦，請看這張照片。都穿着一種很奇怪的服裝，都穿對的一樣。臉都要包起來要。放大一個地方，你說他腳上那個，腳上這個，這什麼？感覺像是魔鬼粘連那種繩子，一種繩子，你看他手上拿什麼？衝浪板一個衝你有浪板。沒有看到這一條繩子？哦，這樣你從衝浪板摔下來的時候，板子才不會被浪打走。有沒有要特別看哪裡？沒有。那我們來看題目好不好？哪一種泳裝？這一種還是這一種？在法國被禁過。法國在哪邊？誰可以告訴我法國在哪邊？那這裡。這個吧，這裡。法國在英國對面，這是英吉利海峽。坐這個倫敦有一個歐洲之星高鐵坐過來就到法國了，好不好？法國有禁止過其中一種泳裝。你們看到這個，把臉罩起來，這個叫做臉基尼。右邊這個叫做布基尼。但是為什麼他們要穿的整個都包起來？防曬。好，我覺得應該是整個都包起來。請作答。哎，冰淇淋跟大家不一樣。哎，你不要，有自信一點，你怕什麼？好，這個好了。哦，你的理由是什麼？因為我覺得會戴這種應該是像什麼，那什麼？什麼？敘利亞那邊才會包起來，在法國應該不太可能。可是我覺得那個也不是一樣包起來。而且是包得更緊，對，是包得更緊，而且他是整個臉都蒙住，那個還有露臉，而且他整個臉都蒙住，就跟你根本看不到他的臉，搞不好他是嫌疑犯。沒關係，你做這個，搞不好是對的。對，搞不好是對的。那我想聽，為什麼法國要進一個把臉包起來的泳裝？因為他們覺得就是你就是感覺很心虛，所以才會把臉包起來，感覺很像壞人吧？對。哦，很像壞人，是不是？那我要公布解答了，有人要改答案了嗎？沒有，沒有哈，確定？好，恭喜。冰淇淋，布基尼，好強哦！我給你們看幾張照片，你們看哈。什麼？這就是布基尼。為什麼會被禁啊？為什麼會被禁？他就是戴那個頭巾。那他剛才講到關鍵，他努力，不見得敘利亞，有中東地區很多國家，他們的
人信仰的是伊斯兰教，那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叫做穆斯林。穆斯林的女性觉得头发是很珍贵的，在公共场合不能让人家看到头发，所以他们会把这个头巾包住。那在法国呢，你们看《小奥事件簿》记不记得？前一阵子它有发生一些恐怖攻击，所以法国就草木皆兵，对穆斯林有一些恐惧。那在法国有一些都市，尤其是在海边的都市，他们就曾经禁过布基尼，但是有人就把这件事情上诉到法院，就法院判说，哎，这违反法国的宪法，所以现在也不能禁。有没有看？那这个呢？刚才左边那个是脸基尼，它有一个特殊的功能，就是这个地方是中国的山东。是吗？在中国？对，它山东。山东的大妈为什么要戴这个嘞？山东的大妈。因为这个是防水母用的。哦。你知道水母会蛰人，有毒。可是为什么？所以他们那个海域可能很多水母，他又想到海里游泳，所以你看你眼睛戴了蛙镜还不够，整个脸要罩起来。哦。有没有 ？OK， 恭喜冰淇淋。最后一题，加油啦，两位，要抢戴这个好不好？啊，看谁表现比较好。来，最后一题，请看。我告诉你们哈，是哪一件衣服吗？这里有一个色块。哦，那边有东西挡。对，挡住东西。那这个东西是美国制造的。美国制造的。Made in the United States。知识哦。它后面那边是牧场吗？牧场我不确定是不是牧场，我可以放大给你看。我觉得在堆木头。堆木头要做什么？现在的东西可能是木头做的。我们看题目，这个原来是一个柱子。那他家的柱子用什么盖的？这个地方我先给你们提示。我知道。辽国。辽国哈，来，请问一下，他家的柱子，一般柱子用什么盖的？木头或是砖块或是水泥。嗯哼，但不在这两个选项里面啊。对啊。它已经很奇怪才会放上来。所以呢？感觉很奇怪，越奇怪越对。越奇怪越对，可乐比较奇怪，还是炸弹比较奇怪？炸弹比较奇怪。所以答案就是炸弹。但不是。炸弹要取得也不是那么容易。贵。很贵。可乐罐你喝完就可以收集了。你想象中的可乐罐，就一罐冰起来，一堆。搞不好会错哎。确定了吗？我要公布解答了。来，出示3位的答案。可乐罐，可乐罐，可乐罐，确定吗？确定哈。恭喜。他用炸弹盖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哈，刚才我们看了很多照片，其实，你看。啊。这是什么？炸弹。空袭下来，然后打在地面上的未爆弹。很好。刚才那个姐姐的家只有一根柱子是炸弹做的，你看这个弟弟的家。所以它不会爆掉。它是未爆弹吗？有些可能是未爆弹，有些可能就是它那个炸弹不容易，就是或者是根本就是哑弹。然后你看后面这张照片，这么大的炸弹里面是这些小炸弹，所以这个多可怕。那为什么你们可能好奇，这个是美国制造的炸弹，却落在这哪里？辽国。因为美国是攻打辽国。美国攻打的是辽国吗？那款哈本2團長片。一條猛記睇到嘅炸彈，都係美國比洋機跌下落嘅，都係認真跌查嘅，故數係蠻複雜。一陣間下，美國嘅戰機第一日因那嘢跌炸彈，就連啲隔壁嘅遼國，日本已帶嚟超過200萬公噸按度嘅炸彈，其中竟然3股有1股都冇爆炸。故數遼國係全世界國土上有10多猛爆炸炸彈嘅國家。戰爭結束30年呢，遼國人係去認真一個問題都驚下嘅。遼國嘅百姓單單成敗都當苦，此等屋企樓炸彈嘅外殼拆來換錢，就當會發生意外，冇睇松鼠，冇就冇睇一條命。真的是天意的安排呀！刚才我们的工作人员临时在库房找到了另外一个头套，哒哒哒哒。今天小珍珠跟科科怎么样？戴着头套感觉怎么样？舒服哈。来，今天我们看了那么多张照片，那你们印象最深刻是哪一张？这张。理由是什么？因为现在的房子大多数它下面的基柱都是用木头或水泥，很少人会用未爆弹来盖房子。但你们要知道，在辽国这个地方啊，其实你看到他们把这些没有爆炸的炸弹拿来加以利用，事实上这只是很少部分，还有很多可能在地底下
或者是在你没有看到的地方，那样的炸弹的存在还是有危险的。来，以上是你2礼拜所看的节目内容，你的安多相片地图。天气条件的观众朋友，你印象最深的又係哪一種？自家就嚟好好嚟討論下。下個禮拜節目內容是到這為止，下個禮拜六下午的7點半，記得準時收聽。社會時間鋪，希望大家。压岁钱通常都是妈妈存到银行里面，但是你们真的有去查他存了多少钱吗？反正我很信任我妈。你知道户头如果没有去刷，它永远是维持在最多的时候吗？啊？这个国家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巴西啊，巴西，我在非洲，你还给我巴西？巴西在南美洲哎。阿根廷也在南美洲啊。哦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狮子啊。少一个字。狮子头。你肚子饿了？Lion King。